圣经故事，新旧约，台湾教会广播社印，1954年，毕士大池边的病人，伫耶路撒冷有一个真深色的池，叫做毕士大池，有5个玲珑。伫这个玲珑的内面，有真侪款的病人倒地，大家拢在等候池水震动。因为一年一摆，天使落来震动池水的时，上大声跳入去池内的病人就得到医好。伫这个病人的中间，有一个人已经破病38年久。这个病人真可怜，因为伊身躯未摇，所以天使来的时，就有人扶伊，才会得入去池内。总是无人要帮赞伊。伊安尼听候几若年，最后有一日，耶稣本身来帮赞伊。当耶稣来到毕士大池的时，伊真知即个代志，就问即个病人讲：“你爱得到好吗？”迄个病人举头起来，真无力应讲：“无人通扶我入去池内。”总是耶稣对伊讲：“起来，举你的面床去行。”听到安尼，迄个病人随时起来，伊的病连边得到好。这对这个可怜的病人实在是一个真大的变化。法利赛人看到这个代志真受气，因为迄日拄拄是安息日，总是更较大的新约伫烧香迄日，搁伫圣殿的内面发生，就是耶稣伫殿内搁拄到迄个人的时，赦免伊的罪讲：“看，你已经得到好，无得搁犯罪。”